华视在地新闻，后来乡亲继续来看。台北某一间国小，讲有老师长期甲学生性骚扰，受害学生高达18个。今仔日有2个当事人召开着记者会，指控着这个不实的老师，嘛来批评着学校伫调查过程中，若无保护着被害者的个人资料，嘛无完善的申诉的管道。受害的学生真不满，才决定要徛出来，把这个代志拢压出来。教育部已经介入调查，恶防指控的男老师嘛暂时停聘6个月。6月9日看到学姐的发文之后，才发现这样的事情不止发生在我身上。知影受害者唔敢若家己才有勇气徛出来，指控国小高年级时去班导师性骚扰。那另外一个受害者是伊的同校学生。我是第一位受害者。在2006年的时候，第一次遭受郑颖蔚的性骚扰。往后的7年间，郑颖蔚也不断的利用权势、言语对我进行性骚扰。台面册公开性骚扰案件，当事人佮小说收到17位受害者讲有相像的经验。通报学校了后，学校经召开紧急会议，本正表示这件代志会当好好互调查。不过学校处理方式因认为无够中正，而且受害者个人资料各互知影。从6月12号到7月17号这段时间都没有收到任何的通知，到17号才收到主任的简讯。试问校方，有这么多奇怪、荒腔走板的行为，难道就是明星学校处理事情的方式吗？即卖大家伫咧鉴定，学校尾仔伫咧7月25召开性平会扩大调查，这个老师嘛先暂时停聘6个月，听候调查结果。一些行政上的瑕疵的部分，那么我们有要求性平会。他这个调查小组也要把这些疑似瑕疵的部分都要纳入调查的范围之内。教育部介入学校的性平会调查，要还予受害学生一个公道，嘛希望当避免未来搁再有无辜学生受害。Hello， 我是易景，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